鄭松泰喺上個月19號嘅立法會大會行到去多個建制派議員嘅座位，將國旗同埋區旗倒插。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討論謝偉俊對鄭松泰提出嘅譴責動議，民主派議員反對，俾人覺得啊係一種政治嘅迫害。點解呢？因為係完全唔合比例嘅處理咯。可能會有人話：喂，你好似殺雞用牛刀喎！我哋完全唔能夠忽視呢件事嘅嚴重性。我哋唔係淨係對我哋自己香港嘅市民，我哋面向全中國嘅所有嘅億計嘅市民，亦都係全世界人睇緊我哋點樣處理呢啲咁嘅嚴肅嘅問題。民建聯就支持動議。如果佢對國旗、區旗真係咁反感嘅話，佢唔應該係去進行個宣誓嘅過程。佢應該學之前兩位兩位同事呢，係去唔好宣誓，亦都唔好亂斬今天佢坐喺度呢個咁樣嘅議席。其在人在，其亡人亡。當你建制派能夠係將自己國旗帶入我哋嘅議事廳，但係捨佢而去，以流會係解決當時嘅政治爭拗嘅時候，請問國德何在呢？根據議事規則，謝偉俊提交譴責動議之後，立法會會成立調查委員會，